桃溪地乡的东宫社区配合着政府绿能的政策，要来起公民电厂。台湾大学水工试验所帮忙规划3个方案，由社区的居民来投票，看要用倒一案。溪地乡东宫社区讲要起公民电厂，由政府补助经费，社会人投资经营，大拢真期待带动地方发展。当然是好咯。 尤其是阮是全国第一个小水利发电，家己有通去用，搁爱趁钱，所以就是上好就是来做这公民店。配合政府绿能政策的推动，东宫社区为去年开始加入规划，今麦已经进入第2阶段。在我们社区里面哈，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水的资源哈，来开发这个绿能哈，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们可以享用这个好的一个能源哈。 经济美观动cụ3项无共功能的电厂，经过投票表决，社会人决定以经济优先。后礼拜，经济部能源局的人会去了解地方的需要甲规划。